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7，诗篇37篇第50安尼讲：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，搁倚靠伊，伊要互伊成。三甲来祈祷。为阮正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甲怜悯的天父，你是疼痛阮的上帝。阮对出世就互你爱阮，对出胎你就怀抱阮，就是到老，你犹原是安尼，因为你看阮是宝贝，你对过去到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拢是无改变，因为无人通甲你相比。主啊，阮知你是安尼疼阮，所以阮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心所挂虑的来交托你，搁要用信心来倚靠你，你就要为阮来成这的事。因为安尼，阮知倚靠你是阮上大的福气。信靠你的人，就要有生命的平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将咱的代志交托伊，用信心来倚靠伊，伊要替咱成一切的事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